會德豐古洞個新盤 Park Silicon 第2期 Palace Springs 頭炮開價已經摸到天花板啦，尺價直逼甚至超西九四小龍二手價，而家呢個價真係唔值得買。8月7號，會德豐公布首批65伙價單，一房兩房為主，扣完最高15%折扣，折實由505.7萬起，尺價15,903至18,174，平均折實尺價高達17,671蚊。呢個係古洞北第一個私人新盤開價，發展商黃光耀話係北都價，有指標作用，定價參考新界區成熟鐵路盤。但係你對下西九四小龍與晴軒、星月居、宏景台、碧海藍天近排二手成交就知，呢個價已經貴得滯。四小龍係成熟西九龍住宅，交通配套齊全，入伙超過20年，近排二手實用尺價大概14,000至16,000左右。例如星月居兩房成交大概14,000負15,000，與晴軒都係15,000負15,700上下。古洞一手樓花尺價已經追到甚至超呢啲成熟區二手價，即係你用西九水平嘅價錢去買一個仲起緊，配套未齊，雖然近古洞站，但整個北都仲要時間先成熟嘅項目。點解話已經係天花板價？第一，地價本身已經好貴。會德豐2021年用41.85億投得，撈四面以地價8,499蚊，當時區內新高，地價高，發展商要食到利潤，開價自然唔會平。圖片都講高地價高成本已經定咗底線，同區仲有恒基呢啲低成本盤隨時可以低價搶客，加上未來供應好大，恒基北都會682伙，新地項目加埋超過3,500伙準備出，競爭好激烈。第二，北都概念長遠有想象空間，但短期風險唔細。古洞站預計2027年左右先配合落成，周邊公屋陸續入伙，創科產業仲規劃緊，短期租值同轉售流動性未必好。加上內地資金收緊，本地需求變咗，升值空間再受壓。一手樓花期大概17個月，你要承擔期間市場波動。而家個價已經貼近成熟區二手，後面升值空間被壓到好窄。第三，同區其他新盤仲未全面開，頭炮已經開到咁高，後續如果有盤用更進取價錢搶客，即刻會令呢個價顯得高開。市場都話比起上水雲向呢啲早開嘅新界北盤，呢個尺價已經高咗大概25%，部分係大市升幅，但更多係提早將北都日價兌現晒。總結，而家呢個價真係唔抵搏，用接近西九四小龍二手嘅價錢買古洞樓花，等於提前為未來想象埋單，卻忽略發展進度、供應壓力同資金成本。真正北都考驗先至開始，買家不如再觀望下後續同區盤點開價同銷情，或者優先考慮西九成熟區以價空間大啲嘅二手單位。樓市從來唔係買咗就升，尤其開價已經摸到天花板，謹慎啲總好過跟風追捧。